2020年总统大选已经选煞，人咧讲搬戏的要煞，结果看戏的煞唔煞，因为一寡支持者支持的候选人无调，大家失望，目屎流，目屎滴。精神科医生讲，确实若是有高超环、忧郁这镜头，另外，阁有市民胃口歹、食袂落，都要特别注意，可能是去遇到选后症候群，症型若是较严重，都要去医生看。另外，心理科医生嘛建议讲，上好莫一直去看，或者是一直去听这个消息。一直刺激家己，尽量出门安尼行行的，或者是运动，莫伤过硬长、伤过交偏，互生活赶紧恢复正常。总统立委大选结束，选书的定赢的支持者情绪激动、失望流目屎。真侪民众阁出现选举后症候群，较轻的心情无好，较严重的会出现心内袂定着，忧郁、失眠、食无啥的落这镜头。你若真的觉得自己已经不对劲了，尤其是你可能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忧郁或焦虑的症状，那赶快去找你原本就已经在接触的医疗机构，赶快能够跟他们谈一谈，或者是用一些药物能够帮助自己，这个是最好的。进一步分析选举了后的反应甲情绪，精神科的医生讲，民众会先对选举的结果感觉到意外，再来就会无想要承认这个结果，刷落开始生气，有可能会起脚动手，落尾人变忧郁，上尾开始接受事实，调整的时间大家拢无同。咨商心理师认为，恢复心情上好的办法，包括莫看这个信息，互刺激变少，找想法理念同款的人互相安慰，或者是做运动、做工课来改变注意力。另外，物件嘛是爱食。好好困，较理性咧，才会当互生活量早恢复正常。45到65的那个族群会是比较明显的。我觉得，因为可能他们更年轻的，他们事实上可能第一个可能他们调试比较好，他们不见得会因为这件事情来看诊。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他们对他们而言，他们的年轻调试能力也比较 OK。选举结束，生活也是要继续过。精神科医生嘛提醒，若是情绪反应伤大，时间伤过久，影响到身心的状况，也是要赶紧去找医生。想办法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